好，我哋睇下驅魔禮嘅過程啦。咁初頭嘅時候咧，魔鬼咧仲係會好開心嘅話，住喺呢個人身體唔會離開。咁咧，但係咧日子有功，堅持嘅驅魔禮咧，佢係抵受唔到嘅，因為咧每一棒咧都係打嗰隻魔鬼，令到嗰個人同時都非常之疼痛同埋虛弱，甚至係會尖叫嘅。咁所以咧，其實真係係一個虐待級。同樣除咗驅魔禮之外，彌撒都係嘅。如果係做得專注同埋好嘅時候咧，嗰個人咧都係會抵受極大嘅痛苦。咁喺呢度話點樣幫助一個準備釋放嘅附魔人呢？絕對，因為佢嘅感覺就係想死，同埋非常之絕望，同埋唔能夠理性思想，同埋好疼痛嘅，真係好大嘅意志。咁需要呢，其實係人協助去教堂，甚至係上門做彌撒啦，同埋呢一個嘅做驅魔禮。但係到而家我都未得到主教嘅回覆，亦都未有神父任何嘅關心同埋係回覆嘅。天主祝福所有嘅神父。